聽說吃燕窩美容養顏，等一會兒我要美美的去見一心哥哥。再碰上那個冤大頭，我不宰他一刀，我就對不起我自己啊！吃。哎，人家着急找東西，你騙他不道德。危难之際，偶爾劫富济貧一下，人家一出手就是一定金元宝。干好！哎呀，哎呀！是她，我就知道观音大道是个女的。哎，还没給錢呢！走吧！哎，給錢了！我就知道一心哥沒生病。美女與野獸，女大盜藏身雜技園，完全是說書的情節。哎，觀音大道找到了。啊？好位搶，謝謝。啊，走。我給你啊，來給你，來。啊，謝謝。哦。你幹嘛？銀針是毒哦，你懂不懂啊？這裡面呢，龍蛇混雜，也許呢，那個女大盜啊，是故意把我們引進來，好下毒害人呢。你真的以為你是女包青天？喂，喝。哎，服務員，拿2隻紙鶴過來，一大一小。用來幹嘛的？這個你都不知道啊，真夠土的。那這個紙鶴呢，是拿來捧角的。台上面呢，你看中哪一個呢？喜歡哪一個呢？你就花銀子買紙鶴扔它。紙鶴越大呢，給錢就越多，捧的就越歡呢。哎，偶像崇拜低檔次，此風不可長。呀，喂！哎，你女孩子怎麼可以做成這樣呢？快坐好！入鄉隨俗嘛。我們在這裡呢，就要裝得像地痞小混混那樣。又見面了。啊，秀才，只是那天我不是叫你明天再來的嗎？姑娘的神機妙算，今天已經兌現了。